真係唔知邊條柒頭諗出嚟嘅。好地地一個停車場，你係要將佢搞到變火葬場。新能源車今次真係閪晒，越嚟越多嘅小區、酒店甚至醫院都唔俾新能源車入去停車，就連我哋廣州嘅省博物館都唔能夠落地下車場。今次到底咩回事？新能源車又到底得罪咗邊個？禁止新能源車進入到地下停車場，主要嘅問題仲係出於安全考慮。比如杭州呢間酒店就明確表示，擔心新能源車有消防隱患，所以必須同燃油車分別停放。7月16號，海珠區南洲北路一台新能源車響行駛過程中突然自燃。8月19號，廣東惠州一個小區地下停車場，一台國產嘅新能源車突然起火，燒埋左右隔離幾台車。8月1號，韓國首爾嘅一個地下停車場，一台 Benz EQE 無緣無故自燃，火燒連環車，當地出動咗200幾個消防員、80幾台消防車到場撲救，持續燒咗8個鐘先將大火撲滅，導致多人吸入濃煙而送院，燒咗100幾台車。韓國 Benz 賠償咗45億韓元，大概係2300萬人民幣。你試諗一下，當你停咗台車，你發現隔離嗰條友響度充電，我就問你驚唔驚？點解越嚟越多嘅地下停車場唔俾新能源車入去呢？講白咗就係，一旦出事，物業公司同車主都有不可推卸嘅責任。而且法院嘅起訴週期非常之長，善後工作又好麻煩。根據物業管理條例第46條，發生安全事故嘅時候，協助救助嘅係可以免責，但係如果物業自身冇做好消防安全防護措施，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而且首先要同大家明確一點，響2008年，國際海運組織就已經明確將電動車列為危險品，包括你坐飛機嘅時候都唔允許攜帶大容量嘅充電寶上飛機。另外，我哋國家亦都有一個停車場嘅設計標準，叫做《汽車庫、修車庫、停車場的設計防火規範》，編號係 GB50067-2014。響呢個設計標準入邊講明，只有內燃機驅動嘅汽車、貨車先能夠進入停車場，咁就意味住響現今所有嘅地下停車場都係按照呢個防火規範去設計，只有燃油車係可以入去停嘅。對於私自響地下停車場加裝充電樁，未通過消防驗收就響地下停車場充電，根本就唔符合消防設計規範。而且存在嚴重嘅消防隱患。仲有，根據我哋國家嘅合同法，對於收費停車場交停車費本身就屬於同物業簽訂咗一個車輛保管合同，保證你嘅車輛能夠安全停放喺呢個車場。當一個易燃易爆嘅危險品進入到車庫，或者一個唔符合防火規範嘅充電行為，萬一燒咗個車場，咁物業公司就有不可推卸嘅責任，未能夠保障業主嘅財產同生命安全。又假設如果着火嘅新能源車個車主根本就冇買全保，只有一個交強險，而車主又冇呢個償還能力嘅時候，呢個物業公司就可能成為冤大頭啊，分分鐘會俾啲業主告到破產啊！所以禁止新能源車進入到停車場，完全係合情合理合法，有根有據，有法可依。唔理係物業公司定係停車場，都有權拒絕新能源車進入。講到呢度，若果你都仲係堅持要買一台電動雞，咁我就只能夠祝你好運。第三者，你記得買夠2000萬以上。電車下場好可能就會同啲電雞一樣，唔俾入小區。最後呢條片，你記得轉發俾你身邊準備買電車嘅朋友，嗌佢哋諗清諗楚。我大佬搞咁耐，你咪唔係俾面先。